来提早个警告钱来着。哎，一发还吃一发还不是呀，没啥个用场哇。哎，不过谁谁，但那个家家包了一台，你永远记得一个时光里啥人最欢喜呢？晓得啊？阿爹话一声不响房子冒海，男来见没见得阴天响，挖来挖去一把片糖衣拍的，谁算下成功，你也不谈啥个风水哇？还不退休工资3500，谁算下来30年不吃不用，还买不起房子。看来你每个礼拜来瞎擦趴个份浪向，讲几点要求，因为当我毛不爱对啥啥吧。来年办搞个烂摊卡，啥子包年子，当女朋友出去对方面子也唔拔。一部爱得40万，还不11年不吃不用，非要太哪个？搿样不来，鬼样不来，你有啥个资格讲谁自家最欢喜我？难为人也不怕的，面皮来得了，猪走也猪不肉啊！我埃个面皮是跟到阿条练出来的，结婚30年，已经讲对我喊个，对我喊个，从来不用那个里一分洋钿。哎，来了，看啥么子家？来自家看看，相亲辰光140斤，水里之内也蛮吓人。